Hello，大家好，我係 Angelina A 姐，咪新年大哥啦。咁咧就嗱，今集咧我就即係再分享一下啦。咁我之前講過，我有30年嘅糖尿病啦。咁亦都喺今年嘅2月咧，我爆咗腳啊。咁可能我之前都有㗎啦，隻眼都有啲事。咁啊，因為爆腳啊，嗰樣嘢好恐怖啦。咁我就開始去深入了解究竟形成糖尿病同埋糖尿病所有嗰啲垃圾係乜東東咧。咁亦都用咗好多時間諗下去了解同埋去排毒。其實排毒都排唔切嘅。咁原來咧留喺身體入邊嗰啲咧就叫做糖化終產物，英文叫做 AGEs。咁呢啲垃圾咧就積聚咗個身體入邊，將個人咧越嚟越老嘅時間咧，其實佢積聚越多。咁我每日進食嘅嘢咧，如果唔啱咧，又會累積咗落去個身體入邊。咁所以搞下咧，即係講真，即係重複又重複啦。咁個併發症其實根本上就好難好得翻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即係我諗我哋都要又聽下新年大哥講下啦，究竟點樣去做呢個身體上面嘅大掃除咧？其實咧，我唔係醫生，只不過嚟講我喺呢方面咧就攞到好多嘅呢方面嘅知識，咁同大家分享嘅啫。咁咧就嗱，糖化終產物 AGEs 咧，即係話咧，你當你嘅身體血糖偏高情況之下咧，咁你身體嗰啲血糖，我諗喺好多 YouTube 都有人講㗎啦，就話咧血糖偏高，剩住嘅血糖就同啲蛋白質同脂肪其他嘅物質結合咗，呢啲咁嘅叫垃圾。垃圾其實係類似啲毒素啦，喺你身體入邊累積，而累積嘅隨住年紀咧，係累積越嚟越多。累積越嚟越多有咩後果咧？喺呢啲腳啊、手啊、皮膚啊、腎啊、眼啊、血管啊，一路咁積聚。咁積聚咗又點啊？咪引到最嬲尾嘛，一路咪有機會併發症咯，係咪？個意思即係咩咧？一間屋你俾啲垃圾，日日都係垃圾，你抌唔出街喺屋嗰度拆就發臭。即係等於嗰啲垃圾就喺個身體入邊發臭發爛，咁好，即係如果血糖控制得好咧，咁啲垃圾就會少啲。所以點解呢個上一集講嗰個 CGM 咁重要咧？你盡量控制血糖唔好太高，你太高咧，你糖水喺個血管入邊係咁浸，同啲蛋白質啊其他嘅嘢結合咧，垃圾就越多啦。垃圾越多對自己身體傷害就越大。所以呢啲我諗呢啲咁重要嘅資訊咧。即係大家都要認真睇睇，咁當然啦，好多 YouTuber 有外國人又好，香港又好，台灣各位咧都好多都會講嘅。咁咧，但我諗大家都要日常管理自己嘅糖尿病咧，或者佢家人幫佢啲長者管理糖尿病咧，都盡量用 CGM 再加埋其他嘅方法，將個血糖盡量控制到唔好太高，咁個身體就會即係唔會發生併發症嗰個。即係將併發症機會就減低，咁同埋仲有喺市場上有好多嘅保健品，正如我所講，大部分保健品都係有效。咁每一個糖尿病人咧，或者血糖偏高嘅人咧，就去試唔同嘅產品，就用呢個 CGM 去 test， 睇下邊個最適合，邊個令到你個血糖係有機會降到嘅，改善到嘅，咁你咪用嗰隻咯，係嘛？呢啲就純粹知識上嘅分享。最緊要係即係食咗嘢之後睇我哋啦嚇，即刻會上，咁一定要落得到，落唔到咧就即係其實入邊就好多垃圾啦，咁就要諗辦法啦，係啦，咁我哋今集講到咁樣先啦，咁係咯，我哋有機會再分享其他多啲嘅嘢。好。